信心，搁较定稳伫主你的大愿力，定稳伫主你的听命令。我咱的感谢祈祷，拢是靠主耶稣的名。阿门。平安。咱即是要来串联礼拜的要吟的圣诗歌，咱首先来看圣诗第47首。圣诗47首，我的上帝，我的君王。这条大家真熟，咱来吟第1节就好。圣诗47首，我的上帝，我的君王。我的上帝，我的君王，你名我必永远尊崇。主耶和华之冠之大，为他倾倒无悔满满。好，这条诗歌应该无啥物问题。咱来看第2条的圣诗，274首，274首，求主施大恩。来吟第3节。求主垂听我，恕我等我苦，我还水过千千万万，有不可路顺，橄榄球，主春秋看，我心多平安，我心多平安。咱来注意，就是第3节的歌词吼，咱拄则所吟的，就是求主对头开始，求主做中保，互我当我靠。有时啊，咱会可能会读做上我靠吼，总是只是当吼，互我当我靠。好，咱串联到遮。咱备办心来做礼拜，请将咱的手机关机，迄才是关伫正当。
来啊，咱着鞠躬敬拜，跪落伫创造咱的耶和华的面前，因为伊是咱的上帝，咱是伊养饲的百姓，是伊手下的羊。圣诗，圣诗第47首，我的上帝，我的君王。圣诗第47首，我的上帝，我的君王。会众请起立。咱犹原徛伫宣读许多圣经，伫圣诗的头前面，请献开斗阵齐声讲：我信上帝，全能的爸，创造天地主宰。我信耶稣基督，上帝独生囝，咱的主。伊对圣神投胎，对在世女玛利亚出世，伫本州比拉多任内受苦，顶十字架。死埋葬落阴府，第三日对死人中国外上天，打坐伫全能的爸上帝大名，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。我信圣神，我信神，公堂的教会，圣徒的相通，罪赦免，肉体国外，永远的活命。阿门。会众请坐。启应文第11篇，启应文第11篇，伫圣诗的后壁面，我来刻你来印。启应文第11篇，上帝啊，我的心切切羡慕你，我的心喙焦羡慕上帝，就是我的上帝。我每日用我的目屎准饭食。我早前甲众人做阵去，带伊到上帝的厝。我追念这个事。我的心啊，你啥事有准？你着仰望上帝，因为伊的名仰我，来拯救我。我的上帝啊，我的心伫我的内面有准。你的瀑布出声，就深烟甲深烟三叫应。
总是妖花日时要施出伊的慈爱，来求赏赐我活命的上帝。你啥事无记得我？我会对着击刺我，亲像拍碎我的骨头。我的心啊，你啥事有准？你着仰望上帝。伊是我的面的荣光。祈祷，请三角来祈祷。掌管宇宙万物的至圣天父，我愿搁一摆来到你的面前，求你恩面无看阮的罪过，求你互阮来到至圣所的时无惊见笑，因为阮的罪过遐尔啊大。主啊，阮的罪过哪大，哪会当感受到耶稣基督的疼是安怎样的长阔关亲？伊为着世人拢总的罪，钉死伫十字架顶。若是无圣神的引带甲光照，阮无可能会当认捌基督的恩典甲上帝的公义。上帝啊，你的判断拢无错误，你的审判一概是公义。虽望阮时常军队世俗浮浮沉沉，总是愿你的圣神引带阮，做阮脚前的灯，路上的光。我会当行伊的路，这条路崎岖难行。但是有你教阮三角之地，阮就袂惊遐。顶礼拜教会完成2024年的中级改选，感谢主，阮有选出上帝为着家己所备办的器皿，为着是要来服侍主。愿每一个同工拢会当降服伫上帝的旨意面顶，每一个会友拢会当支持甲参与事工，同心伫建成教会来起造上帝的国度。愿安尼祈祷，拢是奉主耶稣的名来求，阿门。赞美，咱请圣歌队。今仔日要吟的诗歌是《我知一切计划》。